廣西粉絲花咗25萬淘咗呢架14年嘅 S400，你覺得香唔香？而有維修奔馳25年嘅經驗咧，呢架車無論係從外觀、內飾、底盤同埋動力系統，我哋都經過詳細嘅試車同埋底盤亦都全部升高檢查過，整體嚟講都係比較優秀。嗱，呢部 S400咧係我幫廣西粉絲淘翻嚟嘅，呢架車嘅行駛里程20萬公里，其實按照10年嘅車咧，亦都唔算多。而且最主要一點，原車主對呢部車嘅保養比較做到位，底盤嘅拉桿球頭基本上都冇咩問題。至於漏油狀況，就係發動機嘅曲軸後油封有少少嘅滲漏，但係需要處理一下。淘奔馳老車咧，2個步驟好重要，一個係靜態檢查，一個係動態檢查。嗱，靜態檢查咧，外觀、內飾同埋底盤咧，我哋都已經係檢查過。咁更為之重要咧，就係動態檢查試車啦。我哋試車嘅時候就要揀一啲唔同嘅路況，唔好話一上車就一條直路一直開，咁樣咧通常係試唔出部車有啲咩其他嘅隱患嘅。嗱，我哋一定要揾啲唔係咁靚嘅路面，行近路嘅時候會唔會有異響，同埋咧你一定要試下打盡方向嘅時候，底盤有冇出現異響。只要有異響，就一定要揾出呢個異響嘅原因，因為底盤出現異響，有可能唔係淨係膠套爛咁簡單，嚴重嘅有可能係半軸異響、避震異響，甚至係方向機異響。咁如果係呢啲零件損壞嘅話，維修嘅費用就會比較大啦。所以話廣西粉絲用25萬淘呢部奔馳 S400係值得嘅。淘奔馳老車，無論係靜態檢查，抑或係動態檢查，最好都揾一個懂車嘅朋友。我係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鬼事。